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歡迎來到人民往事。喺華人影壇，贏過影帝嘅演員有好多，但只要提到眼神最憂鬱、最會用靈魂演戲嘅傳奇，大家腦海裏面第一個浮現嘅一定係梁朝偉。佢係金像獎、金馬獎嘅常客，更加係第一位拿到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金獅獎嘅華人男星。連大導演李安都讚佢眼神勝過萬語千言。然而呢位企喺影壇金字塔頂端嘅神級影帝，現實中卻係一個嚴重社恐，甚至活得極度孤獨嘅人。近年佢更選擇獨自神隱日本，每日踩單車睇風景，明明唔識日文都唔肯學，原因竟然係唔想同人講嘢。你可能唔知，梁朝偉呢份刻入骨髓嘅憂鬱同孤獨，其實源自於佢最痛嘅童年陰影。當年默默無聞嘅單親家庭窮小子，係如何被周星馳洗腦、誤打誤撞走入娛樂圈。喺名利場最繁華嘅中心，佢點解會娶咗最熱鬧嘅劉嘉玲，卻又能清醒抽身，喺煙火氣裏面演返真正嘅自由？今日就讓我哋用最真摯嘅情感，一齊嚟拆解梁朝偉呢段從自閉少年到國際影帝，最極致清醒嘅傳奇人生。要明白梁朝偉今日嘅極致孤獨，就一定要由佢嘅童年講起。梁朝偉細個嗰陣，佢爸爸好賭，成日同媽媽嘈大鑊，每次輸晒錢就會失蹤，最後更加係一去不返，拋妻棄子。喺嗰個年代，單親家庭嘅細路好容易俾人歧視，為咗掩飾自己嘅自卑同恐懼，原本活潑嘅梁朝偉開始逼自己閉嘴，將自己完全封閉起嚟。佢曾經講過，佢最怕人哋問起佢屋企嘅事，所以佢學識咗匿埋，亦學識咗用雙眼去冷眼旁觀呢個世界。呢份刻入骨髓嘅孤獨與敏感，雖然成為咗佢一生嘅陰影，但邊個都冇諗到，呢反而變成咗佢日後演戲最無可替代嘅神級底色。到咗20歲嗰年，冇咩大志向嘅梁朝偉，人生迎來咗最戲劇性嘅轉捩點。當時佢有個好老友叫周星馳，日日拉住佢發演員夢。有一日，周星馳硬要拉埋梁朝偉一齊去報考無線藝訓班，結果命運捉弄人，全心全意準備，極之想考入去嘅周星馳竟然落榜咗，反而係純粹陪跑，喺現場表現得無精打采嘅梁朝偉，憑住天生憂鬱嘅獨特氣質，一眼就被考官相中，一舉考入。進入 TVB 之後，梁朝偉嘅天賦徹底爆發，由新紮師兄裏面眼神清澈嘅傑佬，到鹿鼎記古靈精怪嘅韋小寶，全香港都意識到呢個自閉嘅後生仔根本就係天生嘅演員。雖然喺電視台已經大紅大紫，但真正將梁朝偉推上神壇，將佢骨子裏嘅孤獨變成藝術嘅，一定要提大導演王家衛。當年拍《阿飛正傳》，有一場戲，梁朝偉足足食咗27個梨，被王家衛瘋狂否定，打擊到佢收工返屋企，一邊喊一邊抹地。但正係呢種魔鬼式嘅磨練，逼走咗佢以前拍電視劇嘅象戲。到咗電影最後嗰個1分多鐘無對白、純粹梳頭食煙嘅長鏡頭，梁朝偉只用眼神就驚豔咗整個影壇。從此花樣年華、春光乍泄、無間道。佢嗰雙彷彿藏住無數故事、憂鬱得嚟又極之深情嘅電眼，成為咗華人影壇無人能及嘅招牌，更幫佢贏得無數國際影帝嘅最高殊榮。而喺呢個充滿流言蜚語嘅名利場裏面，梁朝偉最讓人津津樂道嘅，莫過於佢同劉嘉玲嗰段相伴30幾年、睇似極不協調，卻又完美互補嘅傳奇婚姻。大家都知梁朝偉內向嚴重社恐，去到邊都想匿名匿埋。而劉嘉玲則大氣熱鬧，係個長袖善舞嘅社牛。每次一齊行紅地毯，總會見到劉嘉玲喺前面霸氣大步走，而梁朝偉就好似個迷路嘅細路仔咁，緊緊跟喺老婆後面。梁朝偉曾講過一句好感人嘅話：嘉玲就係我嘅熱水壺。每次佢拍完啲好沉重嘅戲，走唔返出嚟嘅時候，只要一返到屋企，聽到嘉玲喺度熱熱鬧鬧咁同朋友打麻雀、大笑、叫外賣，佢就會覺得自己由嗰個冰冷嘅電影世界返嚟充滿煙火氣嘅現實人間，一個用盡全力去演戲，一個用盡全力去保護佢嘅純真。呢一種一動一靜、互相包容嘅大智慧，先至係佢哋婚姻能走到最後嘅秘密。近年嘅梁朝偉更加活出咗一種普通人難以想象嘅極致清醒。佢選擇咗長期獨自神隱日本，唔識日文，亦唔打算去學，原因竟然係唔想同人講嘢，想真正匿埋。佢每日踩單車、睇風景、滑雪。放低晒所有影帝嘅光環，過返最平凡、最樸素嘅生活。一個企喺影壇金字塔頂端嘅人，能夠隨時轉身、清醒抽身，喺繁華退去之後，揾返真正嘅自由。呢份勇氣先至係最難能可貴。梁朝偉用佢嘅人生告訴我哋，極致嘅孤獨並唔係可憐，而係一種最高級嘅清醒。因為只有明白自己想要啲咩，先至可以喺呢個喧鬧嘅世界裏面活得最體面、最自在。
今日梁朝偉故事就分享到呢度。睇完整個故事，你最佩服嘅係佢將孤獨練成神級演技嘅天賦，定係佢同劉嘉玲一動一靜嘅婚姻大智慧？你最中意佢演過嘅邊一個角色？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，分享你嘅睇法。中意我哋分享嘅香港舊時回憶，記得幫忙點個讚、訂閱《人民往事》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期再見。